一直到今仔日，旧市仔也是充满新鲜的活力，一摆搁一摆甲我城入去散步、开讲，做一寡记录，甚至展开研究。我的五感就安尼拍开啊，点头风治好啊，腹肚风饲饱啊，常常嘛澎湃起来。市仔是市民生活的小宇宙，我伫市仔一工搭搭。每一个大都市，敢若拢会保留一寡所在，所有的活动暂停，无闲煞的人去困，毋过遐的灯火阁光艳艳。半暝2点，我来到台中第2市场的卤肉饭摊。虽然无像日市也是夜市遐闹热，头家点点啊备料选菜，员工劳动的节奏嘛免遐紧张。其实人客共款拢无停。卤肉味香滚滚的市仔，大家随人一道，心满意足的食宵夜。天也未光，第2市场内底老牌的庆州水果行的头家，就爱伫开店进前去中清路的台中果菜市场，甲上青的果子仔买回来。超过1架子的老经验，互伊伫化市减货的目色来检验。像目叶安尼，看准落物毒出手，拢免丢丢。老板很厉害，很厉害。台中果菜市场的货量是全台湾第2，敢若输台北尔。逐工半暝，才人车吵，气氛闹热。其实这个无用的景象，较早是第2市场逐工的情形。消费需求扩大了后，22年前，政府只好把果菜批发业务甩去别位，第2市场就卸掉批发市仔的角色。转来第2市场，头家无时间休困，伊甲买转来高级水果，有的准备摆伫店头，有的直接放去冷装饰。这个工作真有规律，几60年来拢同款。Hello， 我是李明聪，一个行出学院，介意伫市仔观察人生百态的社会学者。台中市伫台湾中西部，是第2大都会区，敢若输台北。100年前，日本政府直接起足侪做现代化的市场。今仔日来的第2市场已经有102年的历史，提供好食材甲杂货仔咧出名。9点过了后，第2市场边仔的通勤人潮较少啊，因为卖少、卖菜、卖肉的摊仔已经搬走啊。甲其他大型市仔比起来，第2市场的节奏明显有较慢。无论是行伫外围的顶仔骹，也是驶入来市仔的巷仔，拢无下客压杂的感觉，颠倒了啊轻盈悠哉。我闻到市仔边微微啊吹来的咖啡香，头家娘徛伫店头，专心咧煮老牌的西洋咖啡。老板娘早。嗨，你好，欢迎光临。我现在这种虹吸式的比较少了呢。对啊，你们都还是用这样煮？日据时代流传到现在。
一大早看那个这样啵啵啵啵，就觉得很疗愈。对啊，以前一般都说咖啡厅喝咖啡啦。对。哦，就是都用这个使用煮的嘛。17岁了开始啉咖啡。17岁我啉这种咖啡，啉到尾啊，来这做生意，做水果生意啊，就去找老师学啦。学安怎煮，自己又很喜欢喝啊，结果搞出来有一个特色啊，这个已经没有比较一般啦，对，青少年就不用这个，都用手冲的。对对。我有去学，我现在在学手冲咖啡嘛，可是在这个市场不接受。为什么？因为走进来市场的，一般都差不多上了年纪啊。他们喝这个习惯了，对，所以那个说一杯这么大杯喝起来没有味道，对，他们就是喜欢喝这种咖啡。老板，那你这间店开多久了？如果这个我差不多10年啦。10年，但是这整个以前我阿公就是在这边温金蕉，就是香蕉采下来，轻轻的啊，要用电土，你知道？较早爱用电土，电土甲温啊甲你去卖。古早的时阵有点像今麦讲的熟成的，对吧？嘿，今麦是落去边口熟成，较早唔是伊用到人啊底，爱用电土落去磅哦。讲的时阵就是安尼。迄阵这就是已经形成一个水果批发市场啊。哦，了解。我先生小时候就也是在这边工作，卖水果的。所以你那个时候后来认识他。老市仔、老头家、老顾客，做伙甲这个老牌咖啡香留的，我感觉这就是第2市场的历史缩影。20世纪初，日本人想到这块伫立川甲柳川中央的宝地。展开市区改建，也就是即卖的都更计划，望甲台中打造做台湾的行道。当时这区叫新富町，听名就知伊足贵气的，是日本移民的高级住所。1917年起的第2市场，也就是新富町市场，互人叫做日本人市仔。当时台中是台湾果子仔，尤其是金蕉出口去日本的集散地。唔只嘛，红叫做水果市仔，也是banana市仔。阿伯以前家就是做水果批发嘛。无唔对。咁就是安尼的中庭，还是？无，唔是中庭。唔是，较早就是有3栋日本建设的，像这。像这木造房子。木造房子有3栋。3条了对吧？3条。那这边做水果批发，当时是什么样子？较早的水果批发就是迄栋。第一栋甲迄个拢10个区，10个区就是木瓜啦，瓜啊，就是啥。这栋甲迄边栋是，就是西瓜区。上早你就直接做迄个批发水果的代志。对，我迄当阵。伊还未甲你熟识迄阵，你就踮遐做。迄当阵我是遐做10个。草伫中迄到遐遐啦，你价位。你个记啊，一般的吼，这草。一家就是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啊，伊就是讲，阮若旧无用啊，阮妈妈讲，无，互阮出来做。所以这就三宝青果。系啊，就三宝青果啊嘛。伊较早细汉就用叫三宝啦。是啊。就干脆叫三宝青。小名就对了。第一井批发水果啊，那个量大概多少？他那个较早人口较无遐济啦，量拢差不多一工啦3-2千斤啦，就算足济啊啦。是。差2-3千斤安尼啦。阮家己出车去山地买货，透早卖，煞市搁落去山地。咱洪姊的话讲，大兴伫咖啡店的角啊，做金蕉大卖的生意。即马水果批发商差不多拢搬走啊，顺空落落的经营。陪伴边仔的六角楼，六角楼本底是附近上悬的望高楼，即马已经互边仔的楼仔厝刻甲会尖尖。
规个第二市场，伫咧经过大清扫了后，若要找找昔日风华、上有代表性的店头，免怀疑就是庆州青果行。哇，老板娘，那个是麝香葡萄吗？还是对，那个麝香葡萄，它就是麝香葡萄，对绿色的那个。对对对，很香，而且那个口感又好，所以它有一种麝香的味道，那个香味嘿，它有麝香的味道，啊，直接为日本来直。接有本来是空运的。历任的总统哦，都跟我们买过水果，这我是确实晓得。哦，你说台湾的总统不晓得。嗯，那阿扁呐，那个李总统李登辉，李登辉，还有那个蒋经国，连蒋经国都来过，蒋介石，蒋介石也来过，都来买过。后来我们这里对，你们三代。他来日月潭的时候，南越的叫他的那个亲戚来买，这样。我看你们那上面写了一个标准商人，对，好有趣的那个牌子哦，那个是什么意思？感觉它历史悠久，是省政府时期的，是不是？对，那个省政府度量衡的那个单位，他因为他实行度量衡嘛，所以他暗中来1个礼拜给我们买水果，买1个礼拜回去都称，我们都没有偷斤减两，所以他1个礼拜后，他带了一把那个鞭炮。还有这一张纸送来给我们恭喜，这样就是我们做生意很诚实，很诚实，对那个斤两都不偷斤减两，标准的商人，对标准商人。这是什么时候的推事啊？行公有制这样啊。那个时候台中只有5张而已。那是你的上一代还是我公公的时候？公公的事啊，我公公的时候，所以那大概是就民国超过40年、40几年、44年那个时候。庆州青果行伫1923年开业。本来是伫第二市场的外围，战后人口快速增加，旧的第二市场无够用，所以伫1955年扩大增建，庆州青果行就为迄时阵，互纳入去市场的范围。啊，这里面有你吗？这个就是我了。啊，这是你啊？哎，这是我那个，这我爸爸这样，这是你爸爸，这我哥哥这样。啊，那个卡管。哎。因为哦，为什么会照这张相呢？对啊，因为哦，迄阵阮是家厝啊，改做起做2楼的吼，讲要翕相叫纪念嘛。哦，本来是家厝啊，家厝啊，去换2楼的，换做2楼安尼啦，盖2楼，所以留纪念，留纪念，所以爬到那个比较高去拍，对，才可以照到全景这样。这个不是政府盖的嘛，对不对？就自己盖的这样。因为后来这边变成公有市场，那你自己盖这个房子，后来就拆掉啊？哦，又拆掉了。拆掉就盖现在的房子。你盖了多久才拆掉？盖了2年了。啊，才2年就拆掉了。啊，那不是就没拆？就没拆，不过没办法啊，政府要改，要建这个楼房啊，大家一起建啊。我在里面去公有市场。他 BOT， 他说你先出钱建，然后10年不要租金一样，变化很多呢。对，刚开始民国60几年那个时候哦，人潮人来，很多人了，真的都挤得水泄不通。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不止送礼，还有拜用日常吃的，自己吃都有。因为那个时候美军的都在这里，还有日本的那个一些日本的那个家庭的都很多人在这里。是。以前这里几乎都是人家说叫喝雅郎街啊。喝雅郎街，对，第二市场就是这个感觉。说日本人啊，美国的那个眷属，后来的美国都到我们这里来，对，都到我们这里来嘛。所以我婆婆那个时候还会跟美国人讲英文，讲的很顺口。对。虽然这间水果行的历史真久，其实店内的坪数足细，不过细罔细，对本地的金蕉到世界各地上好食的水果，才拢找得到。袂输是要宣告讲，这是历任总统拢爱来采购的名店，是第二市场昔日骄傲的代表。
为水果店顺市仔外围的顶仔骹散步，陆仔看会到英国商品高级林条烧烙的分食，亲像昭和年代抢苗立体的扛棒，阁有卖和服浴衣的店头。不过趣味的是，日本人的饲仔到战后继续互人讲是好野人的饲仔。即马陆仔稀微的气氛，颠倒是靠平价的点心，甲第二市场的人气重新划醒。我足够赶时间，已经是中昼顿的尖峰时段，出名的卤肉饭摆甲肉肉顿。我看较晚再过来，先去别位踅踅咧。哇，你都不怕烫哎？不会，隔着面粉就不会。哎，看你那么年轻，手艺很好，很纯熟哎。也是有练好几年了。练好几年了。哎，对。那我看你们招牌上面写60年。哎，对啊。那你一定是上一代留下来的吧？对，我是第3代了。我是第3代。第3代。哎，第1代坐在这边。阿公。你的阿公。哎，对，我阿公。哎，阿公你好，你好。啊，所以你第3代。哎。啊，你第1代。所以文中是你的名？唔是，文是我的名是文辉啦。文辉。中是阮大汉后生的名嘛。所以你的名加恁大汉后生的名，变这间店的名。对啦。阿公，啊你开这间店遐久啊？一直伫这个市场吗？我10多岁就来。10多岁就来这啊？啊，你就开始学这个手艺？上头是卖菜，上头是卖菜，卖菜算20外岁啊。迄阵啊是讲做这工业，是兼咧做。上头是买2个鼎，买2个鼎，家己做，迄阵做，品质无好。啊，你是去倒位？虽然无师傅甲你教。啊！但是你是去过去看，你是过去看。第1次啊，行咧做迄个头看。哈？啊！你伫第2次，但是你走去第1次。啊！遐有人咧做。迄阵遐3个咧。遐有3人做。啊！你去徛遐看。头看。没有哪头看，你就。徛喺边啊？徛喺过安尼。啊！看伊的手势，看伊的。啊！转去家己研究。啊！转来开研究安尼。所以你完全无拜师傅了，对吧？无拜师傅。啊，家己慢慢啊弄，慢慢啊弄。文辉阿公一直到3年前，伊88岁才放心来退休，交互孙仔来花。不过阿公也是惯死，逐工来饲啊。有时伫边仔监督，也是欣赏孙仔的手艺。有时四过溜溜的，甲遮会当破刀。是直接是阿公教的吗？还是？我有4个师傅。4个师傅啊，所以就是你。阿公是第1个师傅，阮阿公、阮大伯、阮老爸、阮三姐，拢总是的。那你4个师傅教的都一样吗？就赶扣，完全不一样。因为他们教的方法完全不一样，所以只能教一步啊。那怎么办？啊，就老大教了，好就先照他的做啊。老二过来念说，唔是安尼走，都盖着安尼，所以一人教一种方法。你是学什么？我是念化学的。那你觉得跟这个有没有一些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你一毕业先去工作。对。然后后来是什么原因你决定回来接因为上班时间绑比较死啊，我是业余的泰拳手，所以时间上比较难配合。因为上班的话，下班回去就很晚了。对啊，阿公那时候问我要不要接啊。哇，那你打泰拳跟你现在在那个弄饼皮的这个秋水，你觉得？有融合在一起吗？有一点点关系啊，真的哦，真的有一点点关系。怎么说呢？是太极拳的部分。太极拳的部分，怎么说？太极拳有一些动作是要用全身下去做的。对。因为在做润饼皮在忙的时候，就是像前面那种时候，一做都是一整天啊。对。如果持续一直用同一个部位用手在做的话，会很累很酸。是。所以后来就有想到说，用一些以前学到的
的那个太极拳的方法来下去哇哦做。哎，外表是看不出来了，因为动的是脊椎啊。对，哎，这件事情教你的4个师傅知道吗？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没有练，所以他们每年都做到手发炎。啊，真的啊他们！每年都做到手发炎，只有我没事。啊，也跟我笑脸也关黑。我打算以后比较有时间或者人手够的时候，我左手也要练。左手，对，啊，炉子排2排。那同时做吗？对，下次练2手再来参观一下。好好好。太厉害了！甲今仔日人客注文的轮饼皮做有够热了后，第3代头家就会骑奥多麦亲身去送货。伊拄转来接手的时阵，因为大环境改变，客户变少，有了啊烦恼，所以佫会主动去餐厅分美食，开发新客源。加在佫有遮侪为阿公时期就一直咧交关的老客户。一直人介绍，自头基本拢用因的。伊若讲到即马3代啊，伊的孙仔转来做啦吼，伊品质拢无变，同款拢足好啊，足好食。轮饼是台湾代表性的点心之一，足侪人伫囡仔时代应该拢捌有过家己经料包轮饼的欢喜经验。今仔日伫市啊，我近距离看一张一张玻璃丝的轮饼皮，原来是遮尔轻盈优雅，互人做出来，佫包含3代职人的用心，真正是幸福的相会。中昼顿的尖峰时段过去了后，老肉饭的人客明显有减少，总算换我好好啊坐落来啊，去食这个第2市场上出名的小吃卤肉饭。来，你好。老板娘，我要一个卤肉饭。好。哇，控肉看起来很好吃，再加一块控肉。我们这边的卤肉就是控肉饭，肉法就是控嘛。卤肉饭就是控肉饭。对对对对对。不好意思，我台北来，我不知道那一般的卤肉饭呢？这个是我们这边所谓讲的肉燥饭。哦，这里就讲肉燥饭。对。然后这里的卤肉饭就是指整块大块的这个。哦，有控肉的卤肉的卤肉饭。哦，很特别，这是这里的传统吗？对。我们从早期就是这样子都一直这样子叫。哦，那这个卤肉看起来卤得很透很透哈。那花了多久？要2个小时。2个小时。对啊。有各种选择。对对对，就是客人说我喜欢吃3层的部位，可是我想要偏瘦，我们就来找个偏瘦。哦，好啊，那不然也是我来一个3层偏瘦。好 ，OK。我是一个介意卤肉饭的人，大概是逐工食嘛袂亚身的迄款程度。较早伫英国留学，煮一鼎通食几礼拜的卤肉，是辛苦读册以外的幸福感。所以即马我食这碗肥阁袂油、香阁袂味的卤肉饭，我竟然有一种生伫咧台湾足好的爱国感。你这个店很久了，对不对？然后30年了。30年？对啊。但我看你那么年轻这个店30年了，所以你是接？我已经50岁了嘞。50岁？那你是接你上一代留下来的吗？还是接你爸爸的？算是我师傅的。是你师傅的。那你当时跟着你的师傅学，就已经在这里学
这个吗？手艺吗？没有，我之前是餐厅，在餐厅。你之前在餐厅？都在餐厅当师傅。啊，餐厅就是什么都做。对啊。中菜吗？对，台菜。中菜、台菜、海鲜、三餐，还有西餐。对。哦，都做。对啊。所以你都做过。对啊。那你一天要切，你有算过大概多少块吗？平均。差不多600-700块吧。600-700块，所以有肥的，有瘦的。对啊。你为什么要把那个肉的旁边修起来？除了说让它可以做肉燥以外，有的那个边边角角就比较难看的，把它修起来。对啊，像这样子把它，对，肉就放不平，就把它稍微修一。我很讲究呢。所以你现在你在修它，对不对？对啊，有时候刀口的地方会有毛啊。对。对啊。哇，你好快哦！而且你都知道哪里要修，哪里不用修。切久了就是刀切的地方，什么时候看哪个地方会凸出来，对，我们都知道了。那我很好奇，像你每天这样做卤肉饭，你自己还吃卤肉饭吗？会嘞。会不会觉得有点腻啊？还是不会嘞？真的哦。我每天都吃一块。真的啊？我都吃皮啦。哦，你喜欢吃皮？对，我不喜欢吃瘦的。其实，伫第2市场卖卤肉饭的唔是一档，上无路口入来遐，两边拢有一间老牌的，而且营业时间有分开，避免互相竞争，有钱大家赚，嘛互咱客24点钟拢会当伫遮食到好料。这个时候才开始准备开店吗？等一下就要开始卖了。等一下就要开始卖了。哦，是啊，所以你们是下午傍晚才开始卖？对，下午4点到凌晨3点。当初怎么会选这样的时间？就是刚好除了晚餐以外，因为到凌晨一开始我爷爷在做的时候是从凌晨4点到下午1点半。最早的时候。最早的时候。你爷爷是你现在是第3代。我第3代的。然后到了我爸的时候，就因为我们8大行业都在中区嘛，他晚上都比较有多人，然后渐渐的往后移啊，移到本来是晚6点开始卖点，然后做到早上5点。以前是比较好玩的，现在你说以前很热闹，很热闹啊，说实在的，对，而且晚上比较遇到就是像胡瓜他们啊、诸葛亮他们啊这些啊，以前连美歌厅还在有的时候，他们常常来这边吃饭啊。哇，那个很辉煌的时期呢。你说秀场那个时候？对啊，现在都没有了啦。头先我就要犹豫，这个伫日本时代是好野人吃的市场，是安怎即摆出名的却是属国大碗的卤肉饭。甲头家开讲了后，才知影，原来卤肉饭伫早期是市仔搬果菜的工人的早顿，尾也食好到相报，就正做今仔日观光客一定爱食的特色。对周边行业发展的脚步，头家调整营业时间，口味嘛有改变。你是从爷爷那一代就是台中人了吗？台中人。你们都一直是台中人。对，可是我爷爷不是。你爷爷不是台中人？我爷爷是左兰的客家人啊。后来爷爷就来了台中。他来台中之后奋斗的时候，他之前是在新天地。对。是中破塞啊。是啊。一部电洗新天地的中破塞，然后再就出来。那很有名啊。在菜市场开始卖卤肉饭，在一开始的时候，卤肉饭我们只卖卤肉饭跟那个大温汤、中文汤而已。然后后面有那个什么半拉鸭汤是换我爸在做的时候，渐渐的把它用多元化一些了。到现在啊，那刚刚在旁边帮你切的这一位是我儿子。是你儿子？第4代了。他第4代的。身为客人的李老板，虽然无伫客家庄大汉，口味也是保留客人的 DNA。甲这间店接落来了后，伊甲客人定咧用的红葱酥掺入去卤肉饭，正做上大的特色。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口味上有没有什么改变？口味上以前我们没有用红葱，就后面那种。
杏叶红葱，鹌鹑桃，以前我们没有用鹌鹑桃，对，就纯粹的葱，对，铺底，然后就肉下去，然后糖啊、米酒下去，酱油下去而已。为什么你当时会想要改变做这样子？临时想到，然后我就一直在试这个口味啊，试的就是刚刚客人不会咸啊，人就讲啊，有那个气味出来啊。是。第二市啊，以早的繁华，亲像一个大型吸石啊，互想要做生意的人为一世界聚集到这，才做异乡人起家的新世界。阁有台中中区人共同生活的记忆，侪老市仔拢会采新名，保庇所有的单啊，方便来采买的人敬拜。第二市场底嘛有一间服侍关圣帝君的武德宫。因为有这个市仔了吼，因为足侪摊商做生意，所以大家就讲要拜这帝君哦，有财神保庇大家啊，所以真早就有这个庙。阮做囡仔时吼，市大人就带阮来遮拜拜安尼啦。因为第二市啊吼，是足侪人来买水果啦、买鱼啊、买菜啦吼。伊来买的时吼，先怎来拜拜安尼啦。要讲的先煞来拜拜，毋若无不敬的意思，其实足虔诚。伫市仔行大的人，拢会甲信仰融入去日常规律，这嘛是台湾民间信仰的特色，就是神圣甲世俗的界线无遐明，袂严格要要求分开。日头落山的第二市场，人事物渐渐拢淡落来。我继续伫市仔边忙洗。其实我阁真介意这款气氛，看暗时温暖光野的店头，规个人拢放轻松落来，腹肚嘛对咧咕噜咕噜叫。你用午餐了吗？还没，还没有。所以你们有餐吗？我们有餐，我们有面、有饭、有汤品。哇，名字都好养生。是啊，确实是很健康的东西。我妈说我最不养生了。主厨推荐高丽菜饼，回台指定抵达家门前的第一道妈妈味。好啊，那我来试试看。好。来，请用。哇，这是高丽菜饼吗？对，是高丽菜。跟我想的也太不一样了。很漂亮吧？摆得很漂亮，而且它很浓哎。我是用蒜头再加虾皮下去爆香，把高丽菜炒熟了。那因为高丽菜新鲜的高丽菜，它一定有含的很多水分嘛。因为它炒熟了之后炒软，那它就会出很多汤汁。那些汤汁实际上本身都很鲜甜。所以这是我妈妈教我的。那我们就直接用那个汤汁，下去拌面粉。然后还有加一点比例的地瓜粉，而且一定要用真正台湾的地瓜粉。所以你说这是你妈妈教你的？对。难怪那个刚看 menu 说有妈妈的味道。但我也很好奇，这个是台中特有的吗？对，可是并不是每一家都会做的不是因为我发觉其实像我同学们也不是家里都常有这个东西，因为我家有10几甲地的果园，那当然就是农忙的时候都一定要请很多长工。果园水果吗？水果对，因为你请了工人，不只是要给他们3餐，他们2餐早餐跟午餐中间你要给他点心吃点心，午餐跟晚餐中间你还要送点心一样，还要给他点心，就一定要送到农地送到果园里面去给这些工人吃点心。是，对，那高丽菜饭就是很容易做嘛。所以如果农忙了，农民朋友有高丽菜饭吃，那小朋友就有高丽菜饼吃。对。头家娘伫南投出世，然后规家伙仔搬来第二市场附近，高中毕业上班读册吃头路，一直到伊人生的后半场，才转来这个熟悉雪落啊青草的城市，嘛，互伊拄到第二市场边仔的老厝，就安尼展开伊甲市仔的人生重逢。
从小在这边长大的。我们原先不是住在这个区域，是我在小学3年级的时候，我们才搬过来这里。是。那我爸爸买这房子的时候，他就讲说，第二期啊，哈，这是5级人的菜期啊。那你小时候就喜欢跟家里一起来逛吗？对啊，我们从小都在那边啊，就不只是吃啊、买啊，还有玩啊，里面都是同学。是哦。对，很多同学家都是在里面做生意的。因为6角楼它上面不是有那个几条对，然后也都有房子，对不对？那旁边因为做生意，有时候同学家的2楼我们就搬出去，然后就在那个屋顶上面跑来跑去。我光听就太好玩了，很好玩，很好玩的菜市场。那以前就是卖水果啦，水果以前就是为着会使用在地的眼光，搁较挖近这个历史久长的市啊。我问头家娘，敢会使找时间来替阮带路？伊嘛阿莎哩来答应啊。像早上来市场，大概最好的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如果要来买菜的话，早上是对的。那我个人大概9点多10点，我会来菜市场买东西。我还蛮喜欢这个市场，很多路口，然后好像通到一个中心那种感觉。对，怎么绕都可以绕得到。这个是老赖红茶，它是不是很久了？很久了。我从我小时候就有了，然后我国中几乎天天喝。真的吗？对，以前是我同学的爸爸妈妈开的，然后我同学他们放假的时候也会来帮忙。1975年到现在。对。那我买一杯好了。好呀，来，一定要那个加豆浆。哦，真的吗？对。好啊。对，那个是小时候我以前是用塑胶袋绑着的。对对。这个难怪从小会一直想要喝。会喝上瘾哈。对，这个的确就是中学生会喜欢的。这个就是中间了嘛。对，就是6角楼的正中央。我常常就是站在这里去分辨，我现在要去哪里，然后应该往哪个通道走。我们往这个地方走。往这个地方吗？对，好。接下来我们要买菜啦。拄则咱所看到的，伫咧6角楼中下骹的大条啊，甲为条啊放射延伸出去的6条通。是我上介意，嘛感觉是第2市场上奇妙的空间设计。这甲一般基盘型的动线足无共款，伊会产生一种弯弯弯弯迷失的感觉，互车仔像一个要互探索的秘密基地。每一搭拢无法度都互人看透过，你就是爱踅啊踅，才会看到因。这是我妈常常带我来的一个菜摊。这一摊吗？从小买到大。菜色很多。好，谢谢哦。谢谢。谢谢。你要买什么？秋葵吗？秋葵。这个是超好吃的东西。我妈妈以前拢带我来这买菜，对，因为我妈妈讲吼，你对伊足好，足客气的啦。我等下台中，我嘛是拢甲你买。谢谢。是你人足好的啦。我介意一个人踅市啊，嘛介意互在地也是老主顾带路，看因甲等下互信互助的关系，有时佫会顺续讲几句啊，甲买卖无关系的哩哩扣扣，这互我有一种讲袂出来的放心。敢若这个世界会当遮尔单纯来交换民生用品，嘛照顾着互相的需求。佫较免讲，这种感觉会互人想到囡仔时无烦无恼，只要牵妈妈的手去市仔，
就会得到一堆食的、啉的，做生意的阿姐阿姨，老板娘好过会学到你足古锥的迄个年代。我今天来拿我给你订的东西，有哈？你已经预定了。对，帮你从埔里叫那个最好吃的红土菜头回来。好，那个腌萝卜腌起来最嫩最好吃。因为现在当季，你们这边还可以预定哦。可以啊，因为我们有跟那个当地的那个产地，我们有配合。对。然后现在的萝卜是当季的东西，所以我帮老板娘拿现在最好吃的回来。老板娘，我可以问你，为什么它土都故意要留着不去掉吗？因为它这个的特点就是它是红土的，一般的菜头像那种菜头的话，它的土是黑色的。对。然后这种土的话，它种出来的萝卜，它的品质、它的皮，因为有的人会说萝卜削下去有一层很厚的皮，这种的皮很薄。对。然后削下去，它吃起来菜头味也很香。所以为什么在市场卖的时候，那个土也不把它去掉？有的人会把它洗干净。哦，但是因为我们会拿回来，我们不洗的原因就是因为因为现在小家庭，有的阿姨买回去她会冰。你如果洗了，因为它皮薄，你洗了就比较不能冰。原来是这样。你看很贴心哈，这就是我为什么常常来这边买的原因。所以你以前就在这买了吗？我是回来之后，因为我要营业嘛，那我买的那个萝卜就是一定要称好，削好皮之后的净重，我要3600这样的倍数，所以老板娘就会帮我准备。对。哇，连这个都客制化了呢。因为我们平常，从我们应该算我们婆婆那一代，我婆婆那一代再上去那一代，他们就一直有在做这方面的事情。你说帮客人对外面的餐厅准备他们要的，对外面送外面的餐厅，或者是一些，因为以前这里是有钱人家的市场，对，然后有一些人他们就会来订东西，然后我们就会帮他们准备好，然后他们开车来，我们就帮他们送出去。也太贴心了。从以前就做到现在，所以我们就延续着一直往下做。所以现在人家讲说什么客制化，其实老早在可能3代以前就已经帮客人这样子在做准备了。对。所以我们第二市场很先进哈。好。那我今天除了白萝卜，还有高丽菜，你还记得吧？高丽菜你当然记得。高山的。好。哇，漂亮。它长得也太漂亮了。我帮你拿2条。你要香菜吗？香菜好啊，你给我一些。好。我伫第2市场点一港大大的上尾站，竟然互我发现这间会甲规个人城入去，囡仔性大发，卖国实在的10几仔店。老板娘，你好，你好，这个麻烦你。好。哦，我看你们店卖的东西很多呢。对，好像各国东西都有。有。你开就过来哦，你家？100多年了。哈？就是这边市场。到现在啊，爷爷以前是比较综合性的。他有杂货店，还有卖蔬菜。阿公差不多日据时代那时候的，做生意，因为他10几岁是从彰化上来的，是，然后就在这里。他的老家应该算彰化，然后来台中来发展这样。对，10几岁上来台中发展这样。是，所以一开始是卖菜兼卖杂货，对。后来慢慢就是专门卖杂货。就是一代一代，然后一直改变这样的。对。那时候有一阵子，像我比较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有那个美元对。我就开始有卖有一点美军什么批一点那个美国货来卖这样。你说有一些美军会过来买？不是，美军他们会带一些东西出来。带美国货来，对。一些东西，所以会批一点美国货这样子来卖。所以这里很有时代的感觉嘞。有。美元的时候就有美军的货。对。后来日本开始开放，就有日货。现在什么都有啦。还有东南亚的印尼的泡面慢慢就是一些国家的东西都开始进来。店好小，但是像联合国一样。对。麻雀虽小，对，五脏俱全。你都会记你进的货物件，
会慢慢啦，因为就是做这个东西，就是以前没有什么电脑了，还有什么打架机什么没有，就是要靠脑筋去记。天哪，真的，因为现在还有什么那些东西要记录？对对啊，现在就以前都是因为货真的太多了哈。对啊，所以就是现在有什么打架机什么要开始，以前都是用脑子去记的。你自己都会去试那些东西吗？试来看看。会啊，我也会试试看呐。因为你不试的话，对，你怎么客人不了解啊？我可能问你，你不知道。对。所以比如说你卖各种不一样的咖喱块、咖喱粉，你就会试一下不一样。客人来，你也可以跟客人说，这个是辣的，这个是比较甜。对啊，这要煮什么好吃啊？怎么煮比较好吃啊？也是稍微要给客人教一下，因为有的客人不常煮饭的话，他要怎么料理，他会有一些困难。现在就很方便，对，现在都有网络就比较好，年轻人对。你这边那么久了啊，你有没有遇过那种客人是一代带一代来，就是比如说妈妈带女儿，或者带儿子，就是这种一代带一代的？有带，现在还是有，但是现在妈妈年纪大，大概都儿子或女儿来买。像有一个因为现在住大家都往外发展。有时候回来说，我差不多14岁就来你们这里买，跟妈妈来。我说你14岁，我13岁差不多。我13岁开始做，你14岁开始买。真的有这种哈？是属于大姐级的啦。我知道，多我1岁而已。我知道，就是开始跟妈妈才会这样讲。对。你对这个第二市场这么久你在这边也这么久了，你觉得这个变化你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什么感觉？变化。对，这20-30年来应该有变化，因为现在大家年轻消费的习性好像稍微有改变。对，都往那个大卖场去比较多。对，当然大卖场。但是我今天有听到一个，我觉得还也是年轻人，还蛮安慰的。怎么说？他说以后就在你们这里买，他们都会买那么多，我们吃不下。对，就是大卖场。他一次要买那么多，所以我听起来大概有机会再回流一些嘛，年轻人。那是因为大卖场一摆爱买真多，人客才回流的。我刚才甲阿姨开讲，就感觉到传统杂货店无法度互代替的味道，就是甲老市仔同款的宁静味。不过想袂到无偌久之前，我常常知影杂货店停业啊。感慨100年老店就安尼行入历史。无论安怎，希望阿姨身体健康。我嘛想要特别感谢你送我的迄包印尼姜糖，咸咸甜甜的滋味，到今还佫会记得。我伫台中第2市场一天大大，袂输活入去时间的网空，伫放射弯弯的巷仔转来转去。为日本时代二战了后的青叶老烈，变作稀微的哀愁，甲中间拍拼，嘛为好野人的采买，变作市民的日常满足。有故事的市仔，就是一个城市灵魂的核心。